好多家長咧都會覺得 BB 最重要嘅成長黃金期咧係6個月至1歲，甚至係1歲之後嘅。但 BB 咧啱啱出世到6個月嘅時候咧，看似一嚿飯咁，淨係咧識得食玩瞓，但係原來咧每一個月咧都有佢應該要學習同埋達到嘅能力嘅。0至3個月嘅時候咧，家長可以透過 Tummy Time 啦去強化 BB 嘅頸啦、佢個膊頭啦、佢嘅核心肌肉嘅，都可以咧俾 BB 側身去玩啦，俾 BB 感受一下身體啦、佢嘅變化啦，同埋咧學習轉身嘅，多啲練習咧佢咧手仔嘅爪握啦，同埋咧個手掌咧開合嘅能力。去到4至6個月嘅時候咧，要練習咧轉身啦，鍛鍊佢嘅核心肌肉啦，同埋佢嘅前挺肌肉好，自然咧就可以慢慢坐定啦。趴嘅時候咧，可以引導 BB 咧左右去轉動啦，跟住咧引導佢去爬行啦，亦都咧可以訓練 BB 唔同距離啦，單手或者雙手去攞玩具，建立佢嘅空間同埋手眼協調嘅能力。視覺方面咧，你以為 BB 咧眼睛睇嘢咧會蒙查查，其實咧到6個月左右咧，佢睇嘢嘅能力已經同我哋差唔多噶啦。所以咧訓練視覺咧，可以由1個月啦，俾黑白卡佢哋睇啦，到慢慢俾一啲咧線條分明嘅圖畫佢哋睇嘅，咁啊練習個視覺追蹤啦、眼球專注嘅能力。聽覺嘅話，家長可以揾唔同嘅聲音咧去訓練 BB 嘅聽覺、語言同埋社交能力咧。2個月開始咧 ，BB 咧開始會咁講嘢喎，所以家長咧可以多啲同 BB 咧去互動啦，同佢傾偈啦，引導佢咧發出聲音，學習溝通，建立親子嘅關係。